来关心日本半官方的智库战略研究论坛，7月份的时会举办台海危机的兵力推演，头届邀请咱台湾去参加。美国、日本和台湾三国会头届做伙推演，焦点会放伫中国对台封锁和用武力拍台湾的应变。中共持续军事扩张，威胁印太区的和平。日本战略研究论坛秘书长中野礼子6月初带团到台湾访问，除了甲咱官方智库国防院交流，各公布7月要伫日本东京展开台海危机预演。这是日本半官方单位第3届举办预演，头一届纳入台湾人员美台日头一届协同预演，组织中共反台。学者认为，日本主动对外公告意义重大，代表日本对台走向战略清楚。透过双边或多边的这个对话。那就可以进行危机的控管，也就是在台海如果出现紧张的时候，可以避免危机升级。那同时也可以对北京传递一个明确的讯号，就是民主国家这边就是会团结，就是应对中共的威胁。苏志芬分析，三方预测牵涉到政治战略层面，主题对台封锁加大规模武力反台。南方可能提出后备部队运用，美方就出兵协防台湾。日本飞弹部署进行深入的讨论。但是咱国甲美国各买4台 MQ-9B 无人机，一定2025年交付。美方人员原来会进驻华联，传出美军会当优先掌握情报资料。我想这个都是在计划以外的猜测。台美之间军方的合作都有按照相关的规划。计划在进行。空军司令部回应 ，MQ-9B 卫星资料链是由专用保密器执行情资传输甲接收，由咱方运用所得到的资料，未发生资料先交由美国的进行。总统厅国南国造台船打造头一只慢动级两栖运输舰玉山军舰，传出19成军典礼，海军部公开，由海军司令主持授旗。玉山军舰是我国依照作战需求所设计新型的两栖作战舰艇。学者表示，玉山舰会当发挥军事外交，支援其他国家重大天灾，建设会当停靠两栖车辆舰艇，投射兵力，展开两栖登陆作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